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会前的祷告。天父上帝，在这敬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将整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以圣灵充满所有在各岗位上服侍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带着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与力量去完成所托付的事。无论是司会、司琴、读经、司献、招待、司苦，或是直播与控头的同工，都让他们的心灵敏锐，手中稳妥，让每一个服事都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愿你使我们彼此同心，在服事中看见你的作为。愿你的同在在整个聚会里被深深经历，让所有来到的弟兄姐妹都能专心仰望你，听见你的声音。求你洁净看顾带领，使今天的敬拜如馨香的祭，蒙你悦纳。这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个 PPT 错了 ，PPT 是那个 YouTube 的那个首页。这边的 PPT 是错的，它的位置是错的，这边现在调一下。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让我们同心合一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你。让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也让你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为你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也让我们能够日日勤读圣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让我们也常常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论身处何处，你都看顾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们的帮助都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让我们的一生一世都在你的恩典当中度过。也恳求你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耳，在今天的主日崇拜当中聆听你要告诉我们的恩典。谢谢你，这是孩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的，阿们。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大家一起来。这位婴孩是谁？请大家翻开新灵粮诗选173首。请大家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148篇，诗篇148篇，在旧约的671页。由我来起，会众弟兄姐妹们来印。最后一节呢，让我们一起同诵。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所有在地上的火和冰雹，雪和雾气，大山和小山，野兽和一切的牲畜，世上的君王和万民，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公祷，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为这个世界来同心祷告。让我们为丹麦属地格陵兰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让这个国家的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也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台中的卫道堂黄建章牧师来祷告，愿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我们也为近日台湾社会不安的事件来祷告，求主保守台湾社会，让众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也为各级学校即将进入学期末，寒假期间能够有良好的时间的安排及控管来祷告。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的，阿们。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天的经课呢，我们由瑞恒弟兄来为我们诵读，有2个出处：以赛亚书第63章7至9节及希伯来书第2章10到18节。今天由我来代班。今天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旧约，以赛亚书63章7至9节，在教会圣经822页。第7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着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来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持他们。第二处经课在希伯来书2章10到18节，在教会圣经241页。第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上帝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以上是今天的经课。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1章1至25节，在新约127页，由我来攻读。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2个儿子，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
施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施主，就束上了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2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3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3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诗班献诗。今天献诗的曲目是《生之颂》。
颁奖。接下来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刻，我们非常感谢呢，由成人主日学校长邵文弟兄所带领的成人主日学团队，在所有的老师们竭尽心力的摆上，每周呢为我们全力的服侍，我们预备课程。我们也谢谢同学们呢努力的追求主的道路，认真的上课。聆听呢，上帝呢透过老师们传达给我们的美的信息，领受上帝满满的爱与恩典。所以教会呢，特别为所有的老师们及前群的同学们预备一份小小的礼物。那到时候呢，这个小小礼物是纪念大家很努力的摆上，努力的追求。OK， 那我们呢，总共这次呢。我们有5个班级，有路加福音班、约翰福音班、两页之间的历史、基要真理及诗歌赏析。那我们邀请德强执事，今天有来吗？啊，在何组？哇，那我们德强执事好，没关系，我们先唱名。请淑清姐姐帮我们。对不起，俊奎，因为他跟我讲说俊奎只是来，主席，对不起，那我们请你上来，我们待会请他来为我们颁奖，对不起哦，绕高，再等他进。那我来唱名一下啊，路加福音班呢，我们谢谢邵文、慧玲、伟翔老师，还有全级的同学嘉明、林华、易婷。然后约翰福音的是我们的季博老师。还有全期的同学有香芝、爱珠、黎华、艺玲、美丽、振华姐妹及明德弟兄。两页之间的历史有谢谢卢金老师，赵鼎弟兄 ，OK， 还有全期的同学们有季庆、协寻，还有建颖及逸贤姐妹及龙勇弟兄。基要真理呢，我们谢谢周雄老师、怀疑老师。还有全级的同学们，宝华、伟英、彩莹，还有连成、郑全。诗歌赏析呢，我们谢谢天一老师及瑞阳老师，还有全级的同学们，恒爱姐妹。那因为就是人很多，所以我们就请路加福音的邵文老师、约翰福音的季博老师、两页之间的卢军老师。基要真理的周雄老师及诗歌赏析的天一老师到台前来呢，领受这个奖品了。那我们德强执事来了 ，OK， 德强执事 ，OK， 有请来为我们颁奖。我们非常谢谢这些老师们，他们真的每一周都非常尽心尽力的摆上，非常努力的为大家预备。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今年已经过去了，明年还有机会，还有老师们尽心尽力的出来服侍，也请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时机。这个真的是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帮助。希望同学们在明年度的时候赶快努力报名，踊跃参加。OK， 那我们以下的时间呢，就交给一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证道的主题为爱主更深。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今天很特别，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下一个主日就2026年了，那今天的讲题是爱主
更深啊。那请可以打开新灵粮诗选啊，有一首诗歌叫《爱主更深》，好吧？没有投影啊，就打开新灵粮诗选368首啊，《爱主更深》啊，总共有4节啊，我们先唱1、2节，哦，我讲到完之后唱3、4节 ，OK， 好，好，前奏。好，第1节一起来唱，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赞美，你配得一切荣耀、尊贵、权柄。带领今天主你所定的圣日，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的敬拜。主啊，到岁首到年终，主你都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为今天的敬拜，求圣灵来带领，让我们领受主你的话，是给我们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求主引领，求主赐福，将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讲题是爱主更深啊，那是约翰福音第21章1到25节，整章啊，那我们可以来看啊。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知道复活的耶稣不止一次向所有的门徒显现那至少在约翰福音第20章在前一章20章就出现过2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0章的19节19节那括弧里面也读一下来，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好，还有26节，来，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是在20章里面的这2次门都关了那在室内在室内。那我们刚才读的21章整章里面它不是在室内它是在提比利亚海边那也是加勒勒湖边海边比较大湖边一样同样那个地方。那也是门徒们那时候极其失望之际那由彼得
带头去捕鱼啊。这个资料是四福音里面很特别的，就在约翰福音里面。好，所以我们先从1到7节，我们可以来看这1到7节。现在这段经文发生的地点就刚才讲到提比利亚海边，也是加利利湖边啊。门徒是一整夜没有捕到鱼。好，问题的重心是在耶稣这些门徒是由彼得带头去捕鱼，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原因是他们那时候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事情感到相当的失望，才会想到回去重操旧业。重操旧业。那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门徒们的心情，那时候是关起门来是很失望，但是他不了解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那重操旧业我在圣光神学院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课程就要去传福音所以圣光神学院就在那个火车站附近我常常会在火车站在公车站还到我的学校雄中去传福音接触很多人群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在雄中的校园里面，我的母校校园里面，就跟一个雄中的学生，我的学弟传福音，结果他非常的柔软，当场就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很少碰到这样一个例子，但是这很奇妙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有这样的学生哇，那时候很高兴那我就邀请他到圣光神学院旁边的高雄巡理会那边聚会这样介绍他去，后来就没有再联络了很可惜那时候我想起来那时候应该做一个跟进的工作去了解一下他有没有去跟他联络，但是都没有没有。这是我在学校的时候传福音里面一个很遗憾的很遗憾的地方他对重操旧业，他会不会就回去了？没有人带领他就回去了回去。是否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遗憾？或你带人来带到教会那你是否能够再做更进一步跟进的工作？当然不是带到我面前，而是他是否有到上帝的面前，再更进一步那门徒一样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耶稣还是回来所以彼得后来有一些改变所以继续看第2节第3节的时候，作者特别将这些跟彼得去捕鱼的门徒的名字都列出来你看圣经里面名字都列出来比较特别的是，这里很清楚指到迦拿人拿但业的名字这里3个福音书都没有出现过拿但业的名字，因此有人说这拿但业可能就是前3本福音书里面讲的那个巴多罗买。第4节有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它提供了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看的时间是大白天天将亮的时候，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那跟前面的时间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20章19节这里讲到那日7日第1日的晚上所以耶稣向门徒显现也在晚上。那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是在大白天大白天。那描述为什么是大白天这个时间有阳光，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人的脸孔，但门徒显然认不出耶稣就是显现在他们面前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哦，刚才经文里面讲到，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哦，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是耶稣复活最大的奥秘，我们实在很难理解，也很难用文字语言来表达。耶稣复活的神迹，可说是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已经超过人类的智慧所能够诠释的。因此，约翰福音作者在这用了，就在第4节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句话来说明，当彼得带着其他门徒去捕鱼的时候，历经几年前相同的经历，就是捕了整个晚上都没有捕到任何一条鱼，还记得吗？耶稣叫他们开到水深之处，那段经文那是在路加福音5章4节那里讲到的。那共同的经验都听从了耶稣的话，结果捞到了整网的鱼，且是多到无法拉网上岸。上次必须呼叫另一个雅各、约翰的船过来协助，这次是被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发现，他可能马上就想起3年前的一个事情就在路加福音5章4节那里的往事，因此马上喊出说：“是主，是主！”因为他这一叫，果然叫醒了尚在失智无望中的彼得，使他突然惊醒过来。然后因此他赶紧拿一件外衣披在身上，跳进海里了。这第7节也正好说出复活的特性并不是从人的面貌上来认出复活的耶稣，而是从各种过去的生活、工作的经验上看到复活的耶稣在经文里面也有提到2位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复活的耶稣的门徒，他们一样认不出来，直到他们跟耶稣一起吃晚饭的时候，看到耶稣拨给他们吃，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一路上跟他们聊天的、谈论人人都关心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原来那个人就是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好，这里就讲到复活的耶稣要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网到鱼了。那上一次是彼得把网撒到水深之处好，路加福音5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2次的经验很奇妙的，他们都愿意听从耶稣的话，下网打鱼。好，事主叫醒了彼得。好，不是从人的面貌上认出复活的耶稣，过去的生活、工作经验上看到复活的耶稣。好，我们要从8节到14节，我们来看福音书的作者一直在努力介绍复活的耶稣，并不是当时一般传言的是一种虚幻、不实在、捏造的，不是这样子。耶稣复活是一件事实的确据，这个事实的确据就是怎样呢？就是他和门徒一起吃饭，一起吃饭。今天这一段里面耶稣跟他们写信后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吃早饭。如果是虚幻的、捏造的，那么这里也有讲到，有时间，天将亮的时候，有地点在提比利亚海，也就是加利利湖边，更有一些人证门徒的名单有西门彼得称为迪图马的多马等等至少7个。我们看到福音书的作者相当用心的在铺陈这些事实，也因为这样子，作者特别在12节里面，门徒没有人敢问耶稣是谁，因为他们都已经知道他是主。原因是那位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已经见证出来。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说明了复活的真实性是吃。如果是虚假，就不会有吃的动作出现。约翰福音除了在这里用吃早餐之外，在20章前面的时候，复活的耶稣要多马用手触摸他钉在十字架的身体，不是虚幻的，是又真又活的显现在门徒面前。也经常被提出来讨论呢，在第11节这里所说的，总共捕上来的鱼有153条，非常精准的出现这个数目是150，他们怎么算的？他那时候怎么算的？153条。为什么是 why？ 为什么是153条鱼？好像找不到任何贴切的记号，可以解说是153条鱼要代表的意义。有人这样解说，这153的这个数目字也很奇妙。如果你从1加2加3加4加5一直加到17，是多少？就153。1加2一直加到17，刚好是153。那17加到17又是10加7这是很好的数字的组合。另外一种说法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就是153是当时候人所知道鱼的种类的总数。那这样来说，它所代表的意义就很清楚了，用这个数字来代表全人类。还记得耶稣当年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吗？代表全人类。马可福音1章17节，我们来读。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也说明了彼得成为福音事工的一个主将，耶稣也给他一个很好的意象，意象得人如得鱼。这个很好的意象就是要把福音广传到全世界。这福音要传给所有的人，153条鱼，当时候的鱼的总数，那也耶稣说得人如得鱼，我们要得人使所有的人都成为耶稣福音的信徒。因为他的渔网虽然捕到了153条大鱼，网却没有破，正好回应了耶稣所说的，只要是上帝赏识他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遗落的。在约翰福音6章39节，来，请6章39节来。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一个也不失落。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我想这句话里面让我们有一些激励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忙好累我所做的可以吗？是鱼这么多，网却没有破我想是主在动工不是我们个人主来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越服侍越甘甜。鱼是这么多我们的网是不会破的，因为有主他的大能大力。好，1到14节，这里我们一起来来想一想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想想，来，请。复活的神迹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中就可以经历到、看得到。不要把复活讲得很远，就在我们生活里面，甚至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奇妙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到，不是说很遥远的事情，而复活就在我们生活里面，
每天生活里面跟吃饭是一样的，去经历主。我们看到四福音的作者用很多例子介绍耶稣复活的事迹，都是和平常生活有关。所以在1999年9月21号，我想这是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忘记的日子。我们可能都经历过921大地震。我们台湾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921大地震。这次的地震的震央在中部地区，南投县的中寮地区成为废墟。很多乡民为了他们去世的亲友，他们的棺材找不到避雨的一个遮日避雨的一个地方，就找到教会来。那希望教会的礼拜堂能够提供给他们死去亲人的棺材停放几天，等待安排好时日就出殡。当时那时候的教会就同意了，且同意因着地震造成的丧家，使他们的宗教信仰带着道士到教会礼拜堂来迎灵出殡。结果过了一些日子后，中寮乡民大会，他们决定每个礼拜天，村民就轮流派人到教会来参加主日礼拜。这是921的地震，我网络找了，我想那一天很难忘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过。这里，这些事情那他们不是要去礼拜堂去成为基督徒那只是要感谢教会给他们死去的亲人得以有个避风遮雨的停棺之处我想教会在那时候做了美好的见证不管是宗教信仰他们愿意就来到教会里面来那在那个地区里面很有意思的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自从地震之后，以前村民打招呼都说“吃饱没”，“吃饱没”，我想这是很平常的问候语。从那时候开始，平安改成平安平安。这“吃饱没”已经用了几百年了但已经被平安给取代了原因是他们看到信耶稣人的身上真的有平安。这个礼拜堂，连礼拜堂都可以停放不是信徒他们之亲人的棺木，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有平安。1999年，我在圣光神学院最后一年，那时候我们全校师生也是很火热的，就一群人就送物资就到灾区去南投灾区去，因为有很多人去对我们要去赈灾要去帮助那些人所以我们看到了真的是那整个就刚才所做就这样垮了，一层一层就这样垮了那7那个标志都不知道地下来不知道地下整个楼都塌了那时候我们师生就在他们运动场那边过一夜我们是送物资过去他们缺什么可以给他们，我们就睡在操场过一夜这样子。但是那时候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都不要那么多人去，你知道吗？我们去的路上塞车塞了多久？因为大家都很热心，都开车要送物资进去，都塞在那个路上。那个县政府也没有办法来疏导，我们塞了好久才到那个地方去那就是说不需要那么多人来但感谢主我们看到很多很有爱心的人，在路上也碰到人说我们要去灾区，他们就拿红包给我们叫我们带过去奉献给他们。所以看见到有这样的爱心那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
耶稣会透过与我们吃饭，来到我们的身边，甚至坐在我们的餐桌边。我想吃饭，这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相当平凡的事情。但你有想到，当我们存了感恩的心，祷告之后，谢饭之后，有一位主在我们身边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教会，教会是属灵的大家庭，属灵大家庭。我7年前来到教会我们那时候还有中午还有一起聚餐，非常美好，非常美好。那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想到与我们一起用餐的上帝都赏赐了粮食。换句话说，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吃饭的时候，就会看到复活的耶稣在我们生活中。有一幅早期流传在台湾基督家庭餐厅里面的一个匾额，我找不到了那是用罗马拼音里面写的，他写着说：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一位你看不见的主，他在我们当中。这是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所以主与我们每天都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2、3个人奉主的名，主都与我们同在。这是复活的主在我们的身边。那在那个匾额里面是有一个耶稣的画像，耶稣的画像。我找不到那时候的那个匾额，就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常刚看到的。每一次家庭礼拜的时候，有人会送这一幅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我想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提醒到我们，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真的主就在我们身边，他不是遥不可及，他就在我们身边。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今天15节到19节这里这一段耶稣问彼得的我们一起来读15节开始来，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晕了。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16节来，耶稣第2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17节来，第3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3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使荣耀上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段经文经常会来谈论彼得的故事这里提到有3次复活的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父亲或母亲用这样的方式来问孩子：孩子，你爱我吗？我相信只要问了第2次，孩子会感到相当奇怪相当奇怪。若继续问第3次，孩子可能会不高兴生气，要不就相当难过的反问父母：为什么要这样连续3次问同样的问题呢？应该我们不会这样但是这里很特别的一般都会同意复活的耶稣会连续3次问彼得同一个问题，是用来对称彼得连续3次否认了耶稣。
我们知道彼得曾经信誓旦旦的向耶稣表白，就算是跟耶稣同时，他也绝不会不认耶稣。这个在马可福音14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彼得却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不只是彼得，门徒也都这么说。那我们呢？也有可能，我们也很愿意，但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呢？但话刚说完没有多久，却因为耶稣被犹太最高当局逮捕，有人指出彼得和耶稣有特殊的关系，他却连续3次否认了，而且他出去哭了，彼得出去哭了，一觉他出去哭了。现在复活的耶稣连续3次问彼得是否爱他胜过这些眼前的大笔的财富，这也回应了耶稣在教导当中，要跟从他的必须在上帝和钱财之间做一个明确的抉择。传福音的事工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钱财。一般人会认为只要有钱，我就可以把福音传得更广传。但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没有钱呢？没有钱更不行。但太多的钱呢，更广传吗？这值得大家来探讨。基督教会的历史上面看得到的，就是因为教会有更多的财富，不但成为福音事工的拦阻，也成为犯罪的温床。这是因为人的问题，而不是事工的问题，人的问题阻碍的。这一点也是信仰团体跟一般的社团最大的差别之处。我们来看复活的耶稣对彼得所提的问题刚才对彼得所说的问题第一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指的从湖里面捞出来153条大鱼，可以卖了一大笔钱，可能10几万都有。就像玛利亚拿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时候，犹大都看不下去的，那可以卖30两银子哎，真拿像30两银子有半年的工资的钱，一般人半年工资的钱那么多。不过约翰福音做的有特别强调，犹大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怎样？他贪婪贪钱，但彼得不是但彼得不是犹大是贪婪贪钱但彼得不是。当年彼得是抛弃一切来跟随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是彼得是抛弃一切来跟随耶稣但现在耶稣却拿153条来问他是否爱这些大鱼胜过爱耶稣呢？我想这是让彼得感触很多但也是一个激励彼得能够重新的能够站起来站起来。那这3次耶稣问你爱我吗？你爱我3次，除了第一次有这些之外，2、3次都没有。耶稣所讲的那个爱字是很高，人与人的生命奉献的爱，所谓的阿嘎培的爱你爱我吗？你爱我吗？3次问他是最高级的爱。那彼得回应里面，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彼得的回应里面是亲情的爱，所谓的比肉的一个爱。
为什么彼得会回应不是最高级的？因为他前面有讲的，他愿意为主死都可以。但今天他受到教训了，他知道他有他的软弱，所以他回应里面都是比露这个爱子。但他相信耶稣认识他，一定知道他的软弱，也知道他的心情。我想从彼得的例子里面看见到，我们有时候会真的是很愿意为主摆上，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软弱。那前几个礼拜有跟去参加恒爱姐她的儿子林文义牧师的一个按牧礼拜。那我也去看了，去参加了就是感同身受的我是2004年按立为牧师的在那里以跟神立约一生为主而活来侍奉，所以他们看见到林文牧师跟师母他们的一个见证，我想感同身受的成为牧师之后。事实上是因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想下礼拜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是立约主日我们所有的服侍的同工要在上帝的面前立约。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好像有点像你结婚的时候要上帝立那个盟约，受洗的时候也一样。那个约定，上帝是很愿意我们有这样的爱摆上，跟上帝立约。但是你要知道，彼得，耶稣最大的门徒，他都有他自己的软弱，但神还是帮助他。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安慰。有时候我们落在一个光景里面，真的主啊，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但神的大手就在当中来动那奇妙的上钩。我想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过去可能有走不下去，但是已经走过来了。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激励。当你碰到人生的一个逆境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病痛软弱的时候，呼求主的时候，主都在听，他来带领。彼得3次不认主，我想在他的生命里面很大的挑战，所以他就哭了。如果你知道，你认识我，你爱我，你知道我爱你。虽然他回应里面是亲情的爱，第一种爱，但是这样的回应里面都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也都是这样的吗？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一些软弱，但是我们愿意靠了主，要重新的站立起来。所以每次彼得回答之后，复活的耶稣都给一个使命一个使命这阿嘎培的爱一个使命，喂养我的小羊。复活的耶稣为什么用这句话？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说过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好牧人会在羊群遇到危险的时候，不顾一切的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显然复活的耶稣已经在显示着以后在见证他复活的信息当中，会有很大的破坏临到彼得他需要更大的爱来照顾这些羊群所以第18节里面复活的耶稣就预言彼得将会遭遇到破坏好，最后20到25节这段的经文里面是约翰福音特有的资料，特别指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他的死有关。为什么彼得会问到复活的耶稣关于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的问题呢？因为早期流传的就是一则不正确的信息，因为说的所爱的门徒不会死
作者透过这个记载，说明这个传言不是正确的啊。那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耶稣什么时候再临，这不是人所能够决定的，只有上帝知道。因为拯救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决定时间。那在24节里面也有讲到其实约翰福音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在最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第二，来想一想它信息的应用。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真的爱耶稣吗？若是，我们应该怎样表达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我们知道后来的彼得因为四处去见证福音信息，罗马帝国尼禄焚烧罗马城的时候破坏，彼得被罗马政府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倒钉十字架。这说明一切，真正奉献传福音的人，就是要为这福音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准备。这也是为什么复活的耶稣会用这样的牺牲、奉献、阿嘎培的爱来问彼得。因为这样才能够让生命开花结果就像约翰福音12章24到25节这边所讲的，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想这段经文里面不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当然要爱惜，因为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不好好的爱惜吗？这生命是上帝给的，但是如果碰到在爱上帝的抉择上面，你愿意付上代价吗？是在这个地方，你愿意付上代价吗？一粒麦子我们在教会过信仰的团契的生活，主要原因就是确信耶稣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会表示要回应耶稣的爱，但怎样的爱才算是，或是怎样来表达这份对耶稣的爱呢？我想就举个例子啦，在别的教会发生的事情，几个年轻人的回应。曾经有一间教会有几个年轻人会友分别来找牧师说，牧师，请告诉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有哪些事工我可以让我来做呢？我想不等牧师来问说你可以做什么，而是你愿意找牧师说，我可以做什么？我想这些就是很积极的表达我想这里也可以，当牧师来找的时候，我们也很愿意一起来与牧师我们在教会一起来同工，这可以来试看看。当我们说我们爱耶稣的时候，不要忘记复活了耶稣就是对彼得这样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个喂并不是说吃饱的意思而是有更大的使命，将福音的信息透过喂养使生命成长更有活力。那我们用什么来喂养上帝的小羊？用什么方式来喂养上帝的羊群呢？其实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省思的信仰的课题。所以最后我想今天2025年这个主日迎接2026年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盼望、新的希望，还有励志那今天有共同的盼望，就是与主更亲密，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想盼望今天的信息里面，让我们学习一年比一年与主更亲密更亲密。好，我们再把3、4节我们把它唱完就祷告。
368。盖我心，仇敌对我虽凶，念主于真，可常遗忘我苦，指望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替我失望降临，以心上春。我仍声音求告，望主施恩，使我进入天父，永远深爱我主，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带领在每一个主日，主啊，我们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主的殿中同心的敬拜。主，你光照我们的心。主，我们借着今天在圣经里面彼得的故事，主啊，他曾经3次不认主，但主啊，你并没有撇弃他，你仍然的用3次来激励他，为主来摆上。保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主你所呼召的，主你所爱的。主啊，你都知道，深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每一个人的软弱，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的立志，所行所做的，主你都知道。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立志，但我们也有时候会软弱。但主啊，你光照我们，如同你爱彼得一样，你也爱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在主的爱里面，靠着主都重新得力。我们可以为别人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服侍主，不是靠自己，而是主你圣灵在带领我们。是否主你的教会高雄荣光堂在主的面前，这是主你所建立的，主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的爱里面，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兴旺主公，来荣神益人。求主恩待赐福，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谢谢艾一文牧师所带来美好的信息，让我们学习爱主更深。回应奉献礼，现在请大家起立，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请大家翻到新灵粮诗选169首，普世欢腾。
请坐。奉献礼。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一切恩典的源头，我们所拥有的乃是上帝的赐福。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向上帝献上感恩祭，来行奉献礼。我们也预备心，恭敬地用金钱来表达对上帝的恩典。也请失信的同工到台前来。对于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们，或是您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让我们同心来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的手里有大人大地，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上给您。这原本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也求你同时又是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应用在你的事工上，让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哇，我们实在需要你更多的多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请大家站立。请坐。问安差遣礼。不知道本周有没有新来的伙伴们、新来的朋友们？那我们待会呢，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为了大家的健康呢，我们呢待会大家呢彼此问安的时候拱手不握手。那我们先坐在座位上呢，我们先唱第一遍，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大家一起站起来彼此问安。好。成为一家人，
坐。教会事工报告及肢体的消息。我们本周的主日呢为2025年最后的一个主日了，请弟兄姐妹们把握节期，为今年献上感恩。本周主日的正道呢，我们非常感谢在台语堂有志坚牧师、华语堂义文牧师来分享伟文牧师跟玉华师母呢，他们到左兰台福教会关心教会的事工，也请为牧师、牧者服事及出入往返平安来祷告。我们今天呢，教育部门呢有颁发这次的成人主日学各班的群协奖。愿上帝祝福参与成人主日学的兄弟姐妹们，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进步成长。那也欢迎所有的会友们呢，能够参与2026年成人主日学的报名请大家踊跃的报名，因为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呢，他们每天每周他们都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在预备他们的教材，做这样的一个服事，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服事，能够努力的追求，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呢，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只能靠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不停的进入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日日更新。所以既然我们有这个追求，我们就要请大家能够尽力的报名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将进入了2026年呢，教会的年历为马太年。教会我们明年年度的目标为研读圣经，活出真道。研读圣经，活出真道邀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勤读圣经，并且实践主耶稣的教导。然后我们明年1月1号礼拜四，因为元旦嘛，那这一天呢，教会的办公室会休假1天，会堂会暂停开放。当天的有祷告会也会暂停1次，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注意这个会堂开放的时间，并且也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交通啦，各方面的安全。那也大家为这样的事情来做平安的一个祷告。那我们在明年1月4号礼拜日，就是下个礼拜日我们将会举办新年的联合崇拜及立约的礼拜。那机会时间我们是从9点半不像我们今天是10点，我们是9点半。那请为新一年的各部门的执事，各部门以上帝立约来祷告并为我们自己以上帝有重新立约的来做感恩那参与立约的部门有执事啦、诗班、号角队，还有敬拜团、小组长、成人、成主跟儿主的老师们。那请所有的人参与的人，大家预备心，那天请大家预备心一起来参加。那南教区呢？南部教区呢，会在1月10号礼拜六的上午，会在我们的教会举办执事同工的研习会，邀请本堂的执事同工们参与这里面有内容有包括卫理会南教区的教会的历史，还有执事同工的职责及卫理礼仪与法规，所以请执事们要拨出时间，预留时间来参与。那我们明年的执事会的第1次的会议会在1月11号12点召开，也请执事同工们预留时间。那教会也有为大家预备明年的新的那个月历，我们是以家为一个单位，每家有1份。那请大家到办公室去签名索取那如果还没有去的，赶快去索取，因为我们教会会保留到明年的1月4号，所以你们如果家里还没有领到这个月历的，请到办公室去领取。那我们也为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实体的礼拜4晚上的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因为这个查经祷告会是为我们教会各项事工来做关心，来做祷告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提醒大家哦，这是财务部门所提醒的，因为现在已经靠近年度的结账日期了，所以你们12月份如果有申请的费用单据呢，请不要超过请款的时间。2025年最后的请款日期是12月31号，12月31号，请注意时间，因为逾期就没有办法请款。再来呢，我们12月28号，12月28号12点10分，在5楼餐厅呢，有位小组长的年终感恩来聚餐哦，请各位小组长们辛苦了哦，请你们预留时间，教会有为你们预备哦，请你们在这一天来参与这次的聚餐，也谢谢你们为教会的摆上。那我们肢体消息哦，因为冬天呢，这段时间天色也暗得很快哦，早晚温差也很大。那请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不管你们是外出或旅游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天气跟交通的安全，还有留意居家的环境及个人的清洁卫生，杜绝流行病毒的传染蔓延哦。并为确诊的兄弟姐妹们他们身体的治疗及复原祷告哦。那我们可以参阅周报，我们有一些兄弟姐妹他们身体不是很舒服的，那请大家在每天的祷告当中，也为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来代祷 ，OK？ 那会众请起立，3、1，送。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天父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夜，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们到前面来，牧师会为你们祷告。